秘密小王子嘅 Marble Race 時間 ，Hello。咁我哋今日就玩呢條賽道嘅，呢度係起點，落到嚟呢個就到呢度，呢係直衝，轉盤，去到直斜落，之後就去到搶型嘅道路。再直衝，之後就到咗兩個嘅轉盤位置，做到搶贏，做到分叉位。咁睇下就去到邊度？去到呢邊就係贏，去到呢邊就係輸。咁睇下，我可以立就成功嚟咧！秘密小王子叫3、2、1，請人落波子啦！看住呢波子喺呢度衝，有波子落咗去啦！喺度鬥緊。有波子落咗去啦，但係似乎有一波子淨係領先，新一波子集埋咗一齊，最後轉盤時間，領先，搶贏，分叉，贏咗，三個都贏咗，因為其實呢個關係由於呢邊斜少少，所以佢係咁令到佢贏嘅話，但係今次 Marble Race 都圓滿成功。但係如果大家中意我條片，咁就記住 like 我啲片同埋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 啦。送上嘅大家祝福嘅就係林喬，拜拜。